咱要来开始了吼。所以咱来掀开咱的圣经伫雅各书第1章第19到27节。雅各书第1章19到21。顶2礼拜咱看到雅各书讲到试炼啊，甲试探。咱讲试炼是对上帝遐来，为要考验咱的信心，互咱的信心有法通建立。试探呢，却是对魔鬼遐来的，透过咱心中会跩私欲，互人犯罪离开上帝。所以圣经甲咱讲，咱若拄着试探、试炼的时阵，咱着敢若吞忍若拄着试探，咱要来赢过上帝。要想使咱什么智慧，咱需要智慧来赢过试炼，咱需要上帝的恩典来赢过跩试探。今仔日咱要来看第19节9到27节19节到27节咱来三甲来读咱要来三甲读一段的经文。第19节安尼讲，我亲爱的兄弟啊，这是恁所知影的，但恁逐个人着紧紧的听，慢慢的讲，慢慢的收起，因为人的收起，还是人的怒气，并未成就上帝的义，所以恁就脱去，恁着脱去一切污秽，甲淫欲的邪恶。存着温柔的心，领受迄个所栽种的道，就是会救恁灵魂的道。只是恁着行道，毋通单单听道，家己欺骗家己。因为听道而无行道的人，就亲像人对着镜看去家己本来的面目，看去行了后。随时袂记得伊的相貌如何，独有迄个详细察看迄个转变，互人自由律法的时常，并且时常安尼。这个人既然毋是听去了就袂记得，乃是实在会行出来，就伫伊所行的事顶必然得福。若有人家己以为虔诚，却无掠着伊的指头，反当欺骗家己的心。这个人的虔诚是虚假的。伫上帝咱的爸面前，迄个清洁无有瑕疵的虔诚，就是看顾伫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家己，无玷污世俗。所以。伫第18节，你记得咱顶礼拜看到第18节的时阵，伊讲啥物啊？按照家己伊按照家己之意，用真道生了咱，叫咱伫伊所做的万物中，好亲像初熟的果子圣经讲，伊用啥物真道生了咱真道生了咱因为18节讲到真道这项代志伫第19节。伊就开始讲到上帝的道理的要紧上帝的道理的要紧。伊注重什么呢？注重咱听上帝的道，咱也是着行道听道甲行道着并行的着并行的有法人讲这个是信仰的实践所以信仰毋是孤单，互咱知影尔，毋是孤单知影讲真好咱享受。乃是着落实到咱的生活中间。换一句话讲，咱的信仰着生活化生活化，咱的生活也着信仰化。其实雅各安尼讲毋是新的一个道理耶稣基督在世的时阵伫马太福音第5章、第6章、第7章叫做登山宝训的时阵。
当伊讲即个登山部分了，伊咧叫即个结论的时阵，伊也是同款有讲就是马太福音第7章，马太福音第7章，咱来看24节甲26节马太福音第7章24节圣经怎样讲伊讲，所以凡听起我一个话就去行的，伊就亲像一个聪明的人，将厝起伫磐石顶面。然后伫第26节，伊讲，凡啊听到我一个话无去行的，就亲像一个无知的人，将厝起伫沙土顶。所以耶稣伊讲到登山部分讲3章了后的时阵，伊的结论是啥物？唔难听唔难听，听了就去行。因为你听了若去行的时阵，你是好亲像一个聪明的人；听了无去行，就亲像一个愚戆的人。所以今仔日咱要三合来看雅各雅各伊伫第1章19到27节，伊写落去，伊所讲的即句话关于上帝的道。这段咱若要甲伊分呢，咱有法通甲伊分做几段，咱有法通分做几段我来甲大家来分享OK， 19节到20节呢，有法通讲一个是聆听主的道 ，listening to the word 听主的道。然后21节呢，讲咱着领受主的道。对22节到27节是尊敬主的道。所以雅各伫这段内面，伊分做3方面头一方面，咱着听着听主的道。第二21节，咱着领受主的道。然后22到27节，讲到咱着尊敬主的道咱着尊敬主的道。伫第19节一开始的时阵，伊讲：我亲爱的兄弟这是恁所知影的。我所亲爱的兄弟其实伫圣经内面，伫第1章，咱会看到这个字常常这个词常常出现伫第2章、第3章，咱也是会常常看到。讲我亲爱的兄弟这是作者呢，经常伫开始一个新的段落的时阵，伊就用这个来称呼来这个称呼。伊讲：亲爱的兄弟，这是恁所知影的。恁所知影到底是知影什么呢？知影什么？其实这个知影呢，就是讲到头前，就是第18节。第18节讲到上帝用道生恁用真道生了咱，所以就是讲到上帝的道。伊讲咱已经知影上帝的道，所以上帝的道，咱着怎样来做呢？伊写落去就讲着大家人着紧紧的听，慢慢的讲，慢慢的收起紧紧的听，慢慢的讲，慢慢的收起。其实这3句话是以色列人，还是咱讲是犹太人的一个叫做左右民伊的模道有一个语录因这款的讲法还是看咱像咱讲俗语讲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的一个俗语，就是讲咱着紧紧的听，慢慢的讲，慢慢的收起。当然讲到紧紧的听是讲到听雅各用这个用这个词来讲到咱听道的一个心态紧紧的听，其实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情况心灵的情况，就是讲咱对上帝的话语要怎样，应该就紧紧的听。意思是咱就有一个受教的心有一个受教的心来好好的来听请问听容易还是不容易听道容易还是不容易有时阵人拜会是像咱这种咱咧查经咱是较最计是咧听听其实是一个艺术听是一个艺术，无拄拄真容易听你会记得耶稣伫马可福音第4章
马太福音也是有啊，伊就是讲到亚精的皮肚，记得无？亚精的皮肚啊，亚精的皮肚，伊讲有一个人伊去亚精啊，伊的什么精子落伫石头顶面啊，伫街路顶面啊，所以人打落去，鸟来该退去，然后第二是落石头啊。甚至落地真侪石头的所在啊，然后有真侪欺骗啊，就是人听到了后，伊发出来无偌久就干呐，就互在欺骗，伊就高达就无去了啊。然后啊，第四个啊，伊讲到人欺骗啊是好的图，所以好的图的时阵就有出现什么？就修行30倍、60倍、90倍，咱就会记得。那这个披露呢是咧讲什么啊？其实披露唔是咧讲亚精子，披露呢是讲到上帝话语，人怎听也是，意思是人怎听上帝的道理。所以那照这个披露内面啊，就是有4款的人，但是伊听孤单1款的人，才有法通干呐，才会才有结果，所以听其实无容易啊！咱人咧听的时阵啊，有几款会听的方式听的方式咱来看这个听的方式偌济啊！头一个方式是什么啊？就是叫做隧道式的这个是咱这个隧道这个山的时阵，你着隧道过去意思是啥么？人按正戏听了，对多戏就出来这个是一款听到的方式第二款就是叫做 selective hearing 是用种的叫做胎用胎所以你若胎的时阵你会夹鸟的，你要欠用的，是会流落要欠用的，咱就是该胎有的人听到伊会关有一个物件伊爱听，伊会该流泪有一个伊无爱听，伊会该放弃所以这是第二款听。第三款听的方式就是海绵海绵的时阵咱知海绵这个功用好的海绵那真侪水的时阵，伊就隆重该吸来伊就隆重吸来。所以讲到咱听到有3款有一个是听了的时阵正戏入来正戏入来，倒戏就出去有的就是咱爱选这个物件我爱听，我就该留咧这个我无爱听，我就该放伫一边。然后，但是第三讲咱应该着什么？对上帝话语，咱着亲像海绵亲像海绵，该逐项上帝所讲的，该隆重吸收啦，真侪咱的样式。所以作者各伫遮讲所以咱着干紧紧的听，咱着有一款受教的心，按下来听。听了的时阵咱着干慢慢的讲慢慢的讲。什么意思？慢慢的讲慢慢的讲，意思是讲咱听了的时阵唔通真紧随讲出去因为特别听到咱着好好去思想思想讲这个道理到底是什么对我有什么？对我，咱就去该思想，去该默想，然后再讲出来。有的人听到真好听，听了的时阵讲什么？哎呀，真可惜无人无伫体今仔伊若来这篇道理真合伊听，真合伊听。甚至有时阵咱会听了的时阵会赶去人个人讲牧师讲你着看着看赶紧讲其实道理毋是为着别人听，咱着为着为着家己听。所以咱着慢慢会讲意思是咱着思想反复思想然后咱才去来讲。什么是反复思想默想。我毋知影你对默想这项代志有啥物款的感想你会晓要怎默想上帝的话？我记得伫中学生伫大学参加夏令会夏令会的时阵，常常做导师来带领叫做什么灵修的时间，所以就逐摆都假
教阮讲，你若灵修啊，读了，你着好好去思想，好好默想啊。但是伊带领的时阵啊，真紧啊，伊就有法通带领咱进入情况内面去思考上帝的话语，然后要怎啊来好好会想。但是啊，当每一摆夏令会了的时阵啊，倒去咯。家己咧灵修的时阵啊，我则袂晓要怎啊思想啊，要安怎啦开始来想呢？这个变一个大的问题啊，要怎啊来想啊？其实想啊思想毋是真容易啊，其实毋是真艰苦啊。咱着有用啥物啊？欠彩咱着问一个问题来想。咱会做你读的时阵啊，读一段经文，讲这段到底伊咧讲啥？这段经文有讲到上帝无？有讲到耶稣无？有讲到人？有讲到咱无？有啥物做咱着干呐？咱着忍的。有啥物榜样，咱着效法的。有啥物command 命令，咱着遵守的。有啥物咱着感恩的。其实咱用即种一个真简单的一个问题啊，咱家己问家己思想啊，然后咱就有法通明白啊，明白。所以咱伊讲外国讲啊，咱着紧紧的听了，咱就慢慢的讲，好好去思想，然后就干呐。第三是讲慢慢的收起，慢慢的收起。而且我就问我家己一个问题啊，讲读上帝的话语的时阵。会收起吧？你听上帝话语了后，你收起袂？有时阵咱讲，哎呀，唔敢收起可怒不可言啊！咱会收起，咱唔爱讲啊！看咱会收起啊？其实看咱会收起啊，就是讲欠彩啊！咱听上帝话，还是读上帝话语了后，咱受责备啊！圣经若讲咱做已经唔对咯。咱所讲的一句话唔对啊，咱对待一个人无拄好，咱听了啊，咱心内面无福啊，咱会生气啊。讲这个都毋是我的问题啊，都别人先伊头先迄个人头先互我生气啊，是讲这个物件圣经是已经 obsolete 咯啊，已经过时咯啊，现主时的人袂做恁安尼做，所以咱家己的一个观点。当咱的观点甲上帝话语无符合的时阵，当咱的心去互上帝话语所刺激，咱有时阵咱会生气咱会无爱听，咱会无爱去讲但是咱就会记得一项这个上帝的话语有一个真大的功能，伊的功能是啥物啊？就是要来责备咱。上帝的话语爱来责备咱咱来看，咱来。搁看伫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5、16节这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6、17节16、17节伊讲啥物？圣经拢是上帝所默示的，对教训、读者、互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拢是有益的，叫属上帝人得以完全。比凡行逐样的善事，所以圣经安尼讲，其实上帝话语就是要来教训咱，甚至要来责备咱，要互咱归正，要互咱对毋对的所在来行。所以上帝的话语在时会互咱的心有时阵较无爽但是无爽的时阵，咱毋通真紧就生气伫圣经伫希伯来书第4章第12节也是讲伊讲上帝的道是干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较利甚至连咱的魂、咱的灵、骨节甲骨髓，拢有法通插入、划开，连心中的思念甲注意，拢有法通辨明。原来上帝的话语是活泼的，当咱愿意来读上帝的话语咱难免咱的心思意念会去刺插着。所以咱刺插着的时阵外国甲人讲咱毋通生气咱毋通生气，咱着干紧紧的该听，紧紧的该接受，
真做咱生命的一部分啊。然后当然讲啊到听，讲啊到讲啊到受气，毋单单伫上帝话语顶面啊，其实咱也有法通啊应用伫咱日常的生活顶面啊。咱伫甲人讲话的时阵，请问你较爱讲话，还是较爱听？你爱讲话，还是较爱听？我发现啊，咱人较爱讲话啊，哈哈，咱爱讲话啊，啊听有时阵啊，咱无法通专心的听。有时阵咱甲人讲话啊，伊讲的时阵啊，讲一句两句啊，然后咱就开始来想啊，我要怎来回答伊的问题？所以伊说落去啊，所讲的啊，咱就干呐就袂记得啊。特别夫妻的关系啊，也上出问题是干呐，因为咱袂晓听，咱会晓直直讲啊。所以，咱其实这个教训啊，有法通应用伫咱日常的生活内面啊。做会听，少会讲，毋通反紧受气。有时阵啊，咱听到人讲话啊，咱无介意听，咱讲话别人伤着咱，咱也爱受气，赶紧受气啊。但是圣经讲无，咱着好好，咱着慢慢的受气啊。拉比啊，拉比就是以色列人诶，跩先生啊，因讲一句话真水啊。伊讲你看，上帝互咱两个耳啊，互咱一个喙，意思是啥物啊？要互咱较做会听，较少会干呐会讲。因为咱的喙啊，有时阵讲上个侪话啊，诚实会得罪人啊。所以拉比啊，伊若是讲着听啊。然后讲的时阵慢慢讲，学习讲一个造就人的话。圣经内面有讲到真侪关于咱的。咱来看这个。咱来看箴言第10章第19啊，19咱三个来读啊，多言多语。Hindi nga siya hindi nga ayaw Baka iyong lang. 智慧金枝吹钝则是智慧是诶，咱的话啊，着较少讲诶足少讲诶然后伫刷落去啊，伫第20节啊，20节雅各着互咱原因啊，较难咱着紧紧的讲，紧紧的听，慢慢的讲，慢慢的受气啊。第20节讲啥？因为人会生气袂会成就上帝的义，人会怒气并袂成就上帝的义。什么是上帝的义？上帝的义啊，义就是上帝的标准啊，上帝的标准，上帝的义啊，就是上帝的代志，上帝爱咱做的代志。当人生气的时阵啊，搁较咱有理由啊，有时阵啊，咱因为咱会生气啊，咱就无法通互上帝所喜悦的有法通来成就。上帝其实伊有一个计划啊，伊有一个心意啊。当咱生气着啊，做物件会无去啊，干呐？因为人若生气啊，常常会犯罪人若生气啊，常常会犯罪。我毋是讲逐摆会犯罪啊，但是大部分会犯罪圣经有讲讲什么？等者我问者，生气是罪无？生气是毋是罪啊？其实圣经咱若看圣经圣经无讲生气是罪生气是一款的情绪是一款的情绪所以咱的情绪有也侪款生气是一个，但是真侪时阵生气了后咱也无法通控制咱的怒气咱刷落去所讲的话，所做的代志常常会变犯罪，会因为犯罪才创。因为咱若生气着，常常咱会失去理智，生气着咱话真紧就讲出来就互人生气咱会有的人生气伊手就干就开始拍人拍了的时阵伊才知影讲毋对咯，毋对咯。
所以收起啊，其实毋是犯罪，但是收起了后，咱也无法通控制咱的收起，咱所讲的所做啊，会变做犯罪。有的人讲我无要讲话啊，我无要讲话，我无要起手啊，但是将这个气啊刻伫心内面。如果这个收起定定伫心内面啊，这个会变做一个什么 bitterness， 变做一个就是圣经讲苦毒啊，还是讲怨愤伫咱的心。你若怨愤的时阵啊，迄个是变做干呐？变做罪咯，变做。所以真常啊，咱的收起会变做罪。咱看耶稣基督啊，耶稣有收起无？有捌收起无？啊，你若看圣经有啊。因为伫约翰福音第2章啊，咱看到耶稣伊入去圣殿的时阵，看见真侪人咧卖羊卖牛，然后有鴿，然后有咧换钱啊。圣经讲啥？伊大收起啊！伊大收起啊！有法通咱俗语讲啥物？怒发冲冠啊，怒发冲冠啊！还大收起啊！然后将跩人拢总赶出去。请问有犯罪无？其实耶稣无有犯罪，看啊，因为伊是上帝，伊袂犯罪。伊将跩人赶出去的时阵，伊也无干呐伤着跩人，伊毋是该拍出去啊，伊是该赶出去。然后你若看圣经啊，伊讲伊将因的毒啊，换钱的毒该关啊，但是怀鴿啊，伊无将怀鴿干呐，只也是鴿伫迄个拿咧内面啊，伊无该创破。看啊，因为你的钱啊，若甲了伫涂骹，也好通捡起来啊。鴿啊，你若爬去啊，就掠无咯。你若掠无的时阵，你对怀人，对怀咧买的人啊，迄个是伊的损失啊。所以耶稣伫伊发收起的时阵啊，伊永远有慈爱伫内面啊。伊若讲你将怀鴿摕去啊，伊无该舔出去啊，因为鴿若爬出去的时阵就无咯。所以耶稣啊，伊有收起，但是所以真侪人啊，基督徒讲。咱就有迄款的叫做易怒啊，易怒啊，公义会收起啊，讲是真好讲啊，但是做啊，有常时做袂好势。所以既然做无好势，圣经敢若讲，咱就控制咱的怒气啊，咱就控制咱的怒气。所以因为咱的怒气无法通成就啊，无法通按照上帝的计划的心意成就出来。然后咱来看刷落去啊，咱看刷落去，咱看咱的圣经21节啊。伊讲，所以恁就脱去一切污秽，甲因也会邪恶，存着温顺的心，领受迄个所栽种的道，就是会救恁的灵魂啊。伊讲，所以啊，看咱所以啊，因为伊连接头前啊，就是20节啊，20节啊。讲啊，到什么？上帝人会收起，无法通成就上帝的义的时阵啊。伊讲干哪者？伊就讲因为人会干哪？因为人的心内面啊，有一款会叫做污秽啊。干哪者？伊解释讲人有时阵听多了后会收起，因为咱人有罪啦啊，因为咱心中有污秽。甲有邪恶，有污秽甲邪恶，互人无法通谦卑会来领受上帝的话。当人谦卑领受上帝的话的时阵，虽然咱知咱毋对，咱会谦卑，咱会认罪，但是咱心中若有邪恶圣经讲是一切的污秽，污秽是啥？污秽是讲到，伊是较注重外在。也是外面的恶行，咱外面所做的恶行啊。然后这个村落的邪恶啊，因的邪恶啊，意思是啥？注重咱心内面的恶念咱心内面有一个歹的心念的心意，外面有一个毋对的行动，即跩的缘故，互人无法通谦卑，无法通谦卑，所以。雅各就讲啊，咱要怎样来做？伊就互咱两方面啊，一方面是消极的，一方面是积极的。第21节啊，消极的是啥物啊？伊讲恁就脱去脱去
一切会跩小。所以头一个接夹个啊小夹方面，恁着该脱去。这个脱去啊，是咱咧脱衫、咧换衫啊，脱衫换衫的一个啊一款的图画啊，这个图画。那这个你个脱去啊，的意思是什么啊？伊的意思啊，是讲咱着离开罪恶，归向上帝啊，离开咱所咧做的唔对啊犯罪的行为，然后完全会归向上帝。这是讲到咱人的什么啊？咱人的 lifestyle 啊，咱的生活方式啊，生活方式，咱着改变啊，咱着改变咱的生活方式啊。伫圣经内面啊，我去甲伊看，伊讲你着脱去什么，然后你着穿去什么啊？拢总啊有78摆会出现啊。伫旧约到新约，甲做个伫新约啊，讲你着脱去什么，你着穿落什么啊？啊，有78摆。当然我伫遮无法通一个会互咱大家来看，啊，后摆若有机会会互人看。但是咱若看保罗伫以弗所书，伫腓立比伫以弗所书，伫哥罗西书，常常讲啊，你着脱去跩毋对的物件、无好的物件，成就什么啊？伊个是小节方面啊。第二，积极方面啊，就是什么啊？你着存着温柔的心，领受迄个所栽种的道。所以积极方面啊，咱着领受啊，领受就是讲，咱承认讲，咱需要上帝的道啊，咱承认咱需要上帝的道理，然后咱有一个真软的心，然后有法通领受上帝的话语。所以主要是咱的心内面的迄款的态度，还是迄款的情况，咱的心是毋是好的图？好的图，这个就亲像路加福音，当耶稣昨晚我有讲到啊，就是耶稣讲到这个毗鲁咧亚经的毗鲁路加福音又安尼讲第8章第15节当耶稣咧解释的时阵，伊讲，迄个落伫好土内面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伫诚实良善的心内面，并且吞忍，然后又结实啦。即讲什么？诚实良善的心内面。所以咱的心着诚实的心着有良善的心。意思是什么？咱的心着将跩唔对的物件、歹物件脱开有机会，还是有所在，互上帝的心伫咱的内面当咱存着这款的心的时阵咱就咱就有法通存伫咱的心内面然后刷落去第22节开始到27节伊就讲到咱着只是恁着行道。唔通单单听道，家己欺骗家己伊讲你这点重要真重要是啥？唔通单单听道恁着行道，唔通单单听，唔是讲听道无路用是讲恁唔通单单的听道，你听了，并且你着来行。有的人有一款唔对的观念。因为讲我听了一篇真好的道理哎呀，一篇道理就有法通来帮助我，就有法通。老师，无听到你的声音。其实唔是听道是一项代志但是听道了后咱就听道就听道。有一摆有一个牧师伊就是咧教人查考圣经伊讲咱查考圣经有一个原则，咱着去做。原则就是讲，你读圣经的时阵你着看讲一句话到底伊咧讲的时阵是毋是命令咱着会晓来测看圣经什么是命令那命令的时阵，咱着来做有时阵圣经有真侪叫做述说性的述说性的时阵是讲当初是还是圣经所发生的一个代志。互咱知影定，但是毋是咱要去效法的，这就是什么？老师无听到你的声音，老师无听到。
啊，有规阵子，阮会听到，目甲你迄边无好势，阮会听到声。所以，咱若讲到，我伫度啦咯，这不错啊。啊，讲到圣经，哦，亲像雅各，有4个牵手的，对吧？大卫有犯罪牵手的，所罗门有犯罪牵手的，是记载伫。有个人都未听过。是毋是？圣经内面的事故啊，是毋是咱应该着安尼做？毋是啊，因为这是述说性的，但是有一个是讲说，咱着去做啊，所以你着会晓知影什么是命令啊。所以这牧师就教人讲，要怎啊看命令。所以伊讲了的时阵啊，伊就问啊，伊讲如果你伫一节内面看到有一个命令的时阵啊，你着创啥？好，有命令的时阵，你着创啥？有一位老姊妹啊，伊就举手啊，伊讲牧师啊，我若看到有命令啊，我会用蓝色的笔啊，按圣经该画啊，我用蓝色的笔按圣经该画起来。是的，这个是真好的方法，是你要将笔该用蓝色的笔该画啊。但是更加重要啊，咱若知影是命令啊，咱着去行，咱着去行。所以咱要怎样去行？伊讲说啊，咱着看啊详细的察看啦，啊，咱着该详细的察看，意思啊，咱着好好的来查考圣经啦，啊，因为这个亲像什么啊？亲像一面镜，亲像这咱早起咱会看镜，有时阵看镜的时阵，我看讲，哎呀，我头遐有乌，啊，所以你若看到头遐有乌的时阵，你会创啥？你去摕一个文明棍，将这乌该切起来。但是一个人若听了无去行，啊，伊亲像看一面镜，伊看了的时阵啊，伊行了，伊袂记得了，啊，伊行了，伊也无去创啥，所以迄乌原在伫遐，所以等于什么啊？无路用。敢若是人听了，伊若会袂记得啦。其实这毋是，无拄拄讲。你行性你无？袂。行性哦，行性哦，我教你嗰是。所以毋是完全会袂记得啦，乃是啥物啊？伊无认为迄个是重要的，所以你若无认为重要啊，看咱从伫边头啊，就无去啊，就无去啊。但是圣经讲啥物啊？咱圣经是咱一面镜，互咱知影咱对还是毋对，咱应该着去过。伊讲咱这个详细的察看，啥物是叫做详细啊？就是有时阵咱咧看一项物件。哈，伫涂骹，咱压落去看，咱压落去看，咱跍落去啊，详细来看，意思将伊刻伫咱的心内，然后咱时常，因为这个干呐，这个律法啊，会互人自由啦。其实上帝的话语啊，是要互人自由啊，毋是要将咱捆绑啊。上帝的话语是要互咱自由，毋是要互人捆绑。有真侪人啊，伊认为伊无要信耶稣，伊讲我无要信主啊，因为上帝的话语内面啊有真侪麻烦啦，有真侪这项也袂用哩，迄项也袂用哩，讲我白白咧。其实上帝的话语是投放咱，互咱自由啊。当上帝啊将咱，伊互咱一个范围啊，伫这个范围内面啊，咱有法当真自由的来生活。其实。有迄个范围啊，这个才是自由啊！我来讲一个譬如啊，一个譬如啊，咱教会啊，几落年前啊，5楼也未起来的时阵啊，是啥物啊？5楼啊的声音啊，5楼啊，咱未起来的时阵啊，是一个天台啊！我毋知你捌去天台无？我有时阵，阮会去天台张牧师也常常伫天台咧行，然后天台你说你安遐佚佗，但是天台真稳当啊，干啊，因为伊有一个水的墙，对吧？伊有一个墙闸咧，这个闸咧互你知影伊个范围啊，
如果你讲说哎，我无爱有一款有一个原则，还是有一个物件甲我束缚咧啊，我爱自由啊，将跩围墙拢总摕起来啊，无难做啊，会做得袂？会做得啊，但是人有安全感无？无完全安全感啊，因为你行到遐，你会跌落去啊，有可能会跌落去。所以迄个围墙啊，毋是要互咱无自由啊，乃是互咱干啊，更加自由啊。圣经的话语就是安尼啊。所以，咱将上帝的话语放伫咱心内面的时阵啊，这个是互咱自由啊。当咱去行上帝话语的时阵啊，咱更加自由啊。我定定爱讲啊，我定定爱讲，咱的自由是怎样？基督徒其实是做伫自由，咱有真多的欠算啊，咱无需要行；有真多的欠算，咱无需要行。有的人要娶厝啊，就去看日子啊，甚至看点钟啊。咱基督徒毋免啊，咱若婚礼喜庆、婚丧的代志啊。咱也无需要看日子啦，咱真自由啦，咱无互跩物件干啊白咧，无跩物件白咧。当咱按照上帝的话语去行的时阵啊，咱也毋免惊啊。伫圣经内面讲一句话真水啊，我来看诗篇19篇第11节啊，诗篇19篇第11节啊，圣经怎讲啊？我将你的话放伫心内，免得我得罪你。我将你的话放伫心内，免得我得罪你。所以原来咱将上帝放伫心内，敢若咱会袂得罪主啊？其实这毋是孤单，咱安尼放伫心内，伊意思是啥物？你去甲伊行出来的时阵啊，你按照上帝话语去做的时阵啊，咱就安尼得着福气。所以圣经讲啥物啊？讲咱若好好去行的时阵啊，咱就福气啊。真侪基督徒，真侪咱人，咱爱福气啊。福气啥物啊？其实就是做照上帝的话语去行的时阵，这个是最大的福气。最后的一段就是第26节到27节啊。26节、27节啊，咱来看者啊。26节、27节啊，伊讲若有人家己以为虔诚，却无掠调伊的舌头，反倒当是欺骗家己的心啊！人的虔诚是假啊！伫上帝咱的白面头前，伊去称赞无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伫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家己无玷污世俗。啊，咱伫头一礼拜，还是第二礼拜，咱有常常讲啊，讲雅各这本册啊，伊是也 practical 咧，也实际啊，毋是孤单讲啊到上帝的话语听听，伊主要是讲咱着可能行出来啊，咱听到也着行到，所以伊讲啊到啊，咱听到了后啊，伊就将26节、27节啊，就互咱啊叫做啥物啊？3个example 啦，3个例，实在的，咱要怎么去做啊？咱要怎么行到啊？所以3个是啥物？头一个，伊讲伊若认为伊是虔诚的，伊就会晓干啊控制家己的啥物舌头。所以头一个啊，咱要怎么实行上帝的话语啊？咱就好好来控制咱的舌头。到第3章、第4章，雅各会继续来讲这个课题啊，这个课题讲啊到言语的，但是伊讲咱着掠调家己的舌头啊。第二啊，什么是叫做虔诚的？虔诚毋是听上帝的话语真多啊，乃是讲你要怎来应用，就是看顾伫孤儿寡妇啊，着看顾伫患难中的孤儿。甲寡妇啊，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讲，咱迄款会听心啊，咱就有实际出来。哦，有孤儿，有寡妇，有真侪有双向的人，
真侪有需要的人。哎呀，咱拄着这个疫情的时阵，我看到有真侪人啊，因有迄款的什么，会听主的心啊，因有款会听心啊，安尼啊来帮衬别人啊。所以咱同款也是对。第三就是讲说，着保守家己，无玷污世上，要甲世界间分别出来，咱着分别做性。所以，咱国家讲说，咱毋是讲咱直听会做伫啦，咱着会晓控制咱的舌头，咱着会晓帮衬别人的需要。第三，咱着会晓保守家己啊，无随流失去啊，无按照世界的潮流安遐来做。安尼咱就是一个什么虔诚的人，虔诚的基督徒，咱就是干呐，是按照上帝的心意行啊。所以咱今仔日啊，国家伊就讲啊到啊，咱的话，上帝的话啊，下礼拜咱来看第三章啊，第二章啊，第二章会讲啊到什么？要怎啊对待人啊？对待人，特别啊，是叫做啊，咱袂看见，袂无有偏见这项代志啊。啊，对今仔日咱讲的啊，咱就有啥啊爱有问题爱问无啊？啊是有啥物物件你爱讲的无？你有法通家己家按钮啊？就是讲你将你的迄个什么，在讲话迄个物件，你家试者啊，啊，伊即阵是红的啊，就是你讲话听到，你若家试者啊，伊个红的无去的时阵，你讲话人就有法通听见。